知道心闊長，其義恩典共均享。各位心機旁邊嘅朋友，歡迎你收聽恩典之音節目，係由華人恩典基督教會提供。喺節目開始嘅時候咧，好想同你分享聖經呢一句說話咁樣講：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而呢一句金句咧，亦都係自己咧同譚品南牧師啦，再加上馬時亨教授咧，響上個幾星期咧，我哋作加拿大巡迴宴會嘅時候咧，所經歷同感受嘅。能靠着那加給我的力量，現實沒難倒。能靠着那加給我的力量，事事能做到。一切從他得力，因為盡給我，交到神的手上，能成就最好。能靠着那加給我的力量，現實沒難倒。能靠着那加給我的力量，事事能做到。而另外一句響詩篇嘅127篇咁樣講：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嗱，呢一句金句咧，亦都係我哋今年啊響異象分享感恩晚宴裏邊咧，譚品納牧師咧，亦都有同我哋所有人去分享。而呢一句說話咧，就係我哋知道，亦都經歷。若果唔係上帝親手工作咧，我哋所做幾多都好啦，其實都係枉然勞力嘅。能靠着那加給我的力量，現實沒難倒。能靠着那加給我的力量，事事能做到。一切從他得力，因為盡給我，交到神的手上，能成就最好。嗱，響正話同你分享嗰段經文呢，亦都係我哋響今次嘅巡迴聚會裏邊呢，係經歷咗好多神豐富嘅恩典啦，同埋及時嘅預備。點解咁樣講呢？咁啊，其實咧，講到嘉嘉自己啦，同埋阿馬教授咧，響臨嚟之前呢，其實都爭啲係上唔到飛機噶。嗱，先講下嘉嘉自己先啦。咁其實自己咧就提早咗2日咧，就打算飛去溫哥華預備先。不過響臨上飛機之前呢，咁啊 counter 嗰位空中小姐咧就同自己講，佢就話咧啲機位咧就好滿好 tight，咁問我啦，咁可唔可以話遲一日或者遲幾日先至飛咧？咁啊，當自己睇到呢一位小姐咧，佢好友善，亦都好着急嘅情況咧，於是自己亦都提出咗個 offer，就話遲一日自己都冇問題嘅，不過遲幾日就唔得啦。嗱，喺嗰陣時咧，自己都可能預咗嗰日就唔可以準時上飛機嘅，不過咧仍然都喺度等到嗰位小姐通知為止。不過到咗最後，仲有半個鐘頭飛機要起飛嘅時候咧，嗰位小姐亦都話俾我聽，我終於可以上到飛機啦。嗱，當時自己咧，其實個心裏邊都冇咩緊張，而且亦都好平安，因為我知道咧，萬事都響神嘅手裏邊。正如開頭同你所分享嗰句說話咧，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像那小男孩的餅和魚，讓我獻給主，就算多寒微，他不介意，傳進我心事。無論是多少，全是不緊要，在我主手中，一切也奇妙。而當中亦都有一段小插曲嘅，就係自己咧準備入閘嘅時候，就碰到一對夫婦，咁佢哋就同嘉嘉講，原來佢哋一家3口咧嚟咗機場已經3日啦，但係咧冇機位俾佢哋。咁因為佢哋係 standby 位啦，所以都唔知要嚟多幾多次咧，先至可以上到機翻加拿大。佢哋仲邀請嘉嘉為佢哋祈禱添。咁唔知最後佢哋要等多幾多日先至有機翻去加拿大，而小朋友又趕得切翻學呢？我是個普通的人，沒有何誇口，但我什麼都有可能，神在我背後奉獻
喺詩篇呢一句嘅說話提醒我哋：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嗱，呢一句說話呢，其實對我哋嚟講呢，真係有好大嘅提醒。如果唔係上帝容許，如果唔係上帝工作呢，我哋真係冇咩嘢可以做得到㗎。即係話嘉嘉同你所分享自己少少嘅經歷呢，就係爭啲上唔到飛機啊。不過至於馬時亨教授呢，佢啊真係又係爭啲上唔到飛機，不過呢，當中嘅驚險呢，就比嘉嘉多百倍千倍啦。咁稍後呢，馬教授就會同我哋呢一一去講翻點解佢會上唔到飛機呢，而當佢準備上飛機嘅時候，又有啲乜嘢嘅突發事情發生呢？我是個普通的人，沒有何誇口，但我什麼都有可能，神在我背後奉獻我僅有，神大愛深厚，欠缺裏沒有還是夠。初初咧，馬教授就話原來係爭啲嚟唔到我哋當中嘅，咁或者喺呢一度咧，藉住呢個機會，讓聽眾朋友雖然可能冇嚟到報道會或者我哋嘅晚宴，但係都知道，咦，原來馬教授都經歷咗少少嘅意外，但係又平安到步喎。係啊，其實我去溫哥華嗰陣時咧，就真係經歷咗一個可以話我幾十年都未經歷過嘅兩件事件，咁先至去到溫哥華。但係去到溫哥華咧，就其實我哋時間好問嘅，因為咧我預計咧係點幾鐘落機啦，咁就嗰個晚宴咧差唔多係6點零鐘就要開始，即係真係好問喎，係幾個鐘頭啦，咁你又要去酒店啊，咁其實都係好問嘅。咁但係點解要解釋一下點解搞到咁問咧？就係因為咧原本咧我係有啲公事喺香港咧，就我甩唔到身，咁我就即係為咗又要配合我自己公事啲嘢啦，咁又要配合恩語嗰個活動咧，我就逼住咧要喺星期一，即係3月22號咧，就晏晝先至搭班機去溫哥華。咁時間我知道係問嘅，不過我心裏邊覺得咧神會保守我一定去到嘅，點知真係出咗事。係就喺去到機場嗰剎那，我先至記得。我幾十年嘅出門嘅經驗咧，喺嗰日咧發現到我冇帶護照。哇！呢個真係好大件事喎，真係大件事啊！係咯，我都唔知點解解釋唔到，點解嗰日咧竟然會咁失魂？可能即係佢太忙咧，可能比較忙少少可能。咁但係咧又係一個好奇妙嘅安排。因為嗰日咧，其實我太太咧就喺中環嗰度咧，因為我喺灣仔食飯咧，就上中環，就佢咧就吩咐個司機咧話佢想送我去機場。咁咧就，但係我見到佢同佢一個朋友一齊，咁我覺得就唔係幾好意思，即係叫個朋友一齊同我哋出去機場，又坐遊車河都坐成個幾兩個鐘，咁我就唔好啦，你陪個朋友喺中環行下算啦。咁就因為呢一個咁嘅決定咧，我去到機場冇護照，我就可以打電話叫我太太快啲飛車翻屋企攞個護照，坐機鐵就送嚟機場。咁咧就好彩咧，就我嗰日預鬆咗少少時間。如果我預1個鐘頭咧就唔得嘅，唔知點解嗰日咧又好奇妙咧，就係預鬆咗大約多咗20分鐘早。咁變咗咧，佢哋就夠時間翻屋企咧攞咗護照。咁航空公司同時亦都好合作。咁班機開4點9，我就4點8個字行入機艙。嗱，我喺度補充少少啊。其實咧，馬教授係因為你係馬時亨教授，同埋以前係馬時亨局長啫。如果個普通人，我哋應該係要2個鐘前呢就要去到機場。再加上如果冇 passport 咧，佢哋出邊嘅櫃位咧話咗幾點 close 咧，你係冇可能再可以入到飛機嘅。係唯獨係馬教授，你係有一個特權嘅啫。唔係，我唔敢用特權，但係咧就係真係好保守，可以咧。就安排到就上到飛機，因為航空公司朋友知道我有 passport 噶嘛，係啊，就因為認得你咯，係佢知道我一定有護照嘅，只係唔記得咗拎。咁就第二件事咧，又係好奇怪，又係幾十年都未試過。
我坐咗喺飛機上邊，好舒服啦。咁即係，感謝神可以俾我即係講得到。我心諗下，如果我冇帶護照，咁我就真係都唔知點樣對恩語之聲啲朋友啦。咁上到機好舒服咁喺度睇報紙，點知又發生咗件事喎，又係幾十年都未遇過嘅。諗住起飛之前一剎那咧，架機突然間掉頭。我都覺得奇怪，點解架機會向翻嗰個機場去行嘅咧？應該行個跑道度走嘅啦。咁開始已經覺得奇怪，咁突然間聽到個即係機長咧就問機場有冇醫務人員啦。咁我都知道可能有啲嘢發生緊啦。原來咧有一個印度籍嘅朋友咧就發羊吊。咁咧佢就啱啱喺起機前嗰剎那咧就發生嘅。咁於是乎咧架機就要掉頭咧翻去咧揾醫務人員啊、入境處啲同事啊，就幫助佢離開機艙。即係差唔多大約遲咗1個鐘頭後我先起飛。但係原來咧機上面嘅空中小姐就話俾我聽咧，如果呢件事係喺我哋起咗機之後發生咧，就大件事啦。就呢樣嘢我都唔知嘅。佢話如果譬如起咗機1-2個鐘頭後，呢位乘客係發羊吊，咁咧多數咧就要飛翻香港嘅，因為咧去第二度降落咧又要即係問佢哋嗰啲地方申請時間啊，呢樣嗰樣咁啊。通常或者入境都有問題。係啦，通常咧即係1-2個小時內咧都會翻香港，但係咧就唔係話你想翻香港就翻香港，因為架機咧係滿曬油飛溫哥華。佢話如果滿油嘅機咧，原來係唔降落得嘅。即係要放咗啲油，等安全啲，因為驚住咧成箱即係油滿咗咧會出事，好危險喎！其實降落都嗬。咁佢話咧，如果係咁咧，可能喺上面放油咧都要搞你1個鐘頭以上。咁你可以想象到，如果嗰位乘客係起咗機後，譬如2個鐘頭咁又放下油，翻到去再搞下，然後再起個機咧，我肯定咧嚟恩語之聲溫哥華呢一個晚宴咧。就一定咧就係冇啊，講唔到噶啦，應該講唔到啦，參加唔到噶啦。咁你話係咪即係呢個幾廿年我未試過嘅，未試過有個乘客咁樣而令到個機咧係延誤嘅，呢個係第一次。係嗱，咁我哋可以聽到馬教授同你分享咧，我哋更加去印證咧，聖經都同我哋講，其實天下萬物真係有定時，唔係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嚇。有時即係意外就係意外，不過上帝咧真係好保守，咁啊讓咧馬時亨教授咧能夠嚟到我哋當中去參加呢一個巡迴嘅晚宴同埋佈道會，咁真係好多謝馬教授嘅。感謝主。嗱，聽過馬教授同我哋嘅分享咧，係唔係真係好經歷到上帝咧一路都保守住我哋整個行程呢？嗱，頭先嘉嘉同你分享響詩篇127篇1節咁樣講，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而呢句說話你都正正提醒緊我哋啊，究竟而家我哋所做嘅係咪淨係為自己呢？嗱，今日咧嘉嘉就送上呢2句好好嘅金句咧，作為大家彼此嘅鼓勵咯。咁稍後時間呢，我哋會繼續有好好戀愛學堂嘅堂主任 Joanna 咧，會繼續同我哋講下談婚論嫁11時嘅，唔好行開啦。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深入嘅了解，我哋好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我哋嘅電話係95707703。每個人都好想擁有快樂同幸福、成功同毅力，但係點樣先至能夠擁有一份不變嘅感情同愛呢？點樣可以捉緊幸福呢？幸福 DIY， 今日嘅幸福 DIY 仍然有好好戀愛學堂嘅堂主任 Joanna 咧，同我哋分享呢一個專題，就係談婚論嫁11時啦。嗱，當中咧就分有11個嘅專題啦，就係同我哋講到伴侶之間咧、配偶之間咧，對由彼此認識到相處，去加深大家嘅了解，而進深大家嘅關係。嗱，今日 Joanna 就會繼續同我哋講第5講，究竟配偶之間點樣可以建立共同嘅價值觀呢？有2個可能係意見呢有好多唔同嘅，或者對將來亦都有唔同嘅憧憬嘅。究竟點樣可以2個人建立共同嘅價值觀呢？我哋一齊聽下 Joanna 同我哋嘅分析同分享啊！
好啦，嚟到談婚論嫁11時嘅同時呢，亦都係楊嘉嘉啦、Joanna 咧一齊去探討一下，究竟呢，即係點樣可以建立呢一個同一嘅或者相同嘅價值觀，而以致雙方大家嘅關係呢能夠有跨進一步嘅行前一步。不過首先我想問下 Joanna 先，其實每個人呢嘅價值觀呢，會唔會有改變嘅先？價值觀比較難改啊，即係如果你話係意見啊，咁都有機會改到嘅。你同我意見唔同，可能我覺得你意見好啲，我會跟咗你都唔定。但係價值觀咧就係一啲你認為啱嘅嘢，你繼續會持守啊嘛。咁通常都係啲大是大非嘅嘢嚟嘅。咁所以當你一有咁樣嘅價值觀咁去堅持嘅時候，你比較難去改嘅。咁既然唔容易去改嘅話，又點樣兩個人可以去抱住一個共同嘅價值觀呢？咁你就係你未結婚之前要搞清楚佢堅持啲乜嘢啦。吓？哇！咁啊，即係好似咧，你愛一個人嘅時候咧，你要認識佢嘅家庭背景啦，認識佢嘅性格啦，認識大家嘅唔同啦。原來價值觀都係其中一方，我哋要認識㗎。點知要認識啊？仲要價值觀一樣。價值觀因為係基本上咧，我會睇係冇得協調嘅嘢嚟嘅。嗱，做嘢方式你可以協調，意見唔同你可以讓步，但係價值觀呢樣嘢咧係冇得讓步啦。我俾個例子你啦。如果我嘅價值觀咧就係家庭觀念好重嘅，呢個係我 priority 嚟嘅。樣嘢咧都唔能夠影響我同家庭之間嘅關係。但係對方嗰個價值觀咧就係我覺得工作一定擺先㗎啦，即係家庭咧就唔會係我 priority 嘅。咁如果你覺得呢兩個人各有堅持嘅時候，你點去協調？哇！即係一個對外一個對內咯，永遠就係你有你做嘢，我喺屋企，咁都幾慘喎。你覺得會長此落去會點啊？你好中意呢個人嘅，但係價值觀唔同。長此落去點樣建立關係啫？一個就係對外，一個就匿埋喺屋企對內嘅，即係。所以好多嘅時咧，有時即係有啲人咧，婚姻出現咗問題咧，話我同佢唔夾㗎，我同佢咩，其實我有時覺得都同價值觀好有關係。其實嗱，做法我覺得可以協調嘅，意見可以協調嘅，但係價值觀咧就冇得協調。價值觀係要相同，特別喺信仰裡面咧，即係如果我哋冇共同嘅價值觀，我好愛主嘅樣嘢咧都擺上帝在先，我會睇奉獻好首要嘅，我會睇侍奉好重要嘅咁，但係對方唔係啊，信仰係我生活嘅其中一部分啫嘛。禮拜日返下教會咯，即係嗱，你信好，不過咧就唔好信得咁迷。你都聽過呢啲㗎。如果即係就算兩個信咗個程度唔同，都好影響個婚姻質素。好啦，咁如果價值觀你就講咗係冇得變㗎，但係有冇得去到某一個階段咧，有少少adjust 嘅咧？即係嗱，譬如頭先你嗰個例子啦，就係話我哋初初大家都係有共同嘅信仰嘅，我哋都知道信仰擺喺先嘅，但係到結咗婚之後，好現實嘅生活始終都係生活㗎嘛。咁會唔會佢嘅價值觀會走歪咗？即係我有我嘅信仰嘅，不過我同時我都要揾錢，所以咧可能我就要增加咗我另一個價值觀，就係揾錢都好重要，我都要出去揾食嘅。咁呢個咪有少少 adjust 咗咯？會唔會有呢種情況出現嘅？價值觀就冇咁容易去改變嘅。如果你係好堅持信仰一定係行先嘅話咧，其他樣嘢都揮低晒嘅。即係呢個係我嘅認信同埋即係所做嘅，即係好多個個案裡面所 reflect 啦。嗱，如果我結婚之前咧，我嘅相信咧就係婚姻係冇長久嘅。我唔反對結婚，不過咧結婚之後咧，我都要享有我結婚之前享有嘅自由。嗱，我嘅價值觀就係婚姻唔係最重要，婚姻唔持久嘅。咁如果你即係佢係抱住一個咁樣嘅態度，你同佢結婚，你好相信一生一世嘅喎，你佢最終會變成點啊？咁佢有危機喎。你覺得個危機係邊啊？個危機就係嗰個即係令嗰個唔相信婚姻嗰個咧，可能對婚姻唔係好尊重啦。咁可能喺佢哋嘅關係上面有影響之餘咧，呢個人唔知會唔會有出邊有。或者佢容易啲啊，因為佢根本就唔覺得婚姻係需要委身啊嘛。有試探嚟嘅時候我中意新鮮感，呢個我一早已經講咗俾你聽㗎啦，冇咩問題嘅噃。嗱，如果喺一個對嗰個婚姻觀念係咁，即係對婚姻嘅價值觀係抱有一個咁樣嘅態度嘅時候咧，你好難去扭轉。Joanna 聽你所講咧，其實即係要揾到呢一個相同價值觀嘅人咧，可以講好難。但係亦都可以講好容易，咁如果你碰到嘅當然就好容易啦。但係真係碰唔到，不過
雙方嘅相處啦、性格啦各樣又協調到喎，係唯獨喺價值觀嗰方面未能夠協調到嘅話，又可唔可以繼續落去呢？你可以即係冤豬頭蒙蔽菩薩啦！呢個世界上係咪先？即係唔適宜價值觀唔同，總係有人結婚嘅。不過結完之後會點啫嘛？咁你會有啲咩個案去同佢分享？係咪真係如果冇共同嘅價值觀呢，嗰個下場都會比較棘手啲咧？非常棘手。非常棘手。我遇過一個咧，就係個女仔好想結婚，個女仔好中意呢個男仔，個女仔好相信一生一世，個女仔係基督徒。咁但係個男仔咧就唔係，個男仔咧就話我而家都好中意你。我唔反對結婚，不過我唔相信婚姻。嗱，我就要結婚之後咧，都要享有我婚前享有嘅自由。咁當然佢哋好想結婚啦，咁佢哋亦都可以結到婚啦。即係你有足夠嘅經濟能力啊，工作能力啊，你都基本上你都中意對方啊，你唔難結婚㗎。不過3年之後問題就出現啦。咩問題？個女仔好堅持。要一生一世嘅婚姻，但係個男仔根本就唔覺得一生一世係一個乜嘢嘅問題，所以個男仔喺工作嘅裏面咧識咗其他嘅異性，咁就有婚外情。咁到即係呢對夫婦嚟到輔導嘅時候咧，個男仔係根本冇打算要挽救個婚姻，我悶啊嘛，咁我覺得3年都係咁上下啦，咁我一早已經講咗俾你聽。我唔相信一生一世噶嘛，咁而家只不過係將我所講嘅嘢應驗啫。咁你諗下，即係你可以好愛對方，可以各方面嘅條件都好好，但係價值觀唔同，特別喺婚姻裏面嘅價值觀唔同啦，你可以走得好遠。但係呢個係比較即係嚴重啲啦，係對婚姻嗰方面啊，或者頭先咧 Joanna 都提及過有一啲嘅價值觀，就係話可能呢一個人係注重事業嘅，佢係對外嘅；另外一個咧係注重家庭嘅。咁其實佢哋都係為個家庭好啫。但係問題就係是但一方有冇感覺到被忽略咯？嗱，呢一個就係問題啦。嗱，好多丈夫揾好多錢，處理好出邊嘅嘢，翻嚟屋企咧就柴米油鹽，乜嘢都有人搞掂佢。就好似冇乜衝突嘅，男主外就女主內，但係婚姻嘅質素同埋婚姻嘅親密感咧，就慢慢隨住時日去漂流，因為大家都冇乜凝聚力，即係為咗責任，但係婚姻要繼續培育㗎嘛。如果我哋個價值觀就係我哋 keep 住呢個婚姻，我哋都堅守承諾嘅，不過我哋冇培育到個關係，咁我哋 commit 嘅係啲咩？我哋就一個唔離婚嘅關係，但係我哋冇改進到我哋嘅婚姻嘅質素。嗱，好坦白講啦 Joanna，即係以前咧舊一代嗰啲嘅，即係功能性嘅家庭就係咁樣咯喎。係啦，功能性 functional。係咁，但係一路落到而家都冇問題過。但係咧，唔知點解嚟到呢一代咧，就好似嗰個功能性咧，頭先就係 Joanna所講啦，係有喺度嘅。頭先聽到你，雖然個價值觀唔同，但係有個功能性喺個家庭嗰度，因為個責任感。但係嗰個婚姻嘅質素、關係性啊，即係關係性嗰樣嘢咧，就好似而家呢一個年代咧，就比較注重咗。其實咧，你令我諗起黃麗章有本書咧，就講關於婚外情。咁佢其中有一橛咧，就講咗一部分咧，就係講到以前咧個關係個婚姻咧，其實係功能性㗎嘛。我結唔結婚係即係我要繁衍下一代啊，我要有長期飯票啊呢一類嘢。但係咧，自從愛情呢一個物體出現咗之後咧，就啲人就開始覺得，婚姻唔係淨係功能，我期望關係上面有改進嘅，有溫柔嘅，有體貼嘅。咁第一個期望大咗啦，第二咧就係忍耐能力就少咗啦。即係女性亦都抬頭啦嘛，我有足夠嘅經濟能力啦嘛，咁我有啲嘢我使乜忍你啫？我有我嘅追求，我有我嘅事業，咁變咗，如果我哋冇委身嘅態度，或者我哋唔知我哋委身啲乜嘢咧，我哋嘅關係都可以好空洞嘅。所以先至會有好好戀愛學堂出現咯，係咪？因為我哋希望唔係淨係去到一生一世，而一生一世痛苦啊嘛。特別係基督徒係要一生一世嘅時候，你希望一生一世都幸福快樂啊嘛。係啊，同埋我覺得頭先咧所講嘅共同價值觀咧，未必唔係等喺個夫妻做到咁簡單嘅。其實做朋友都係啦。如果做朋友咧，大家有個共同嘅價值觀咧，就好似我哋大家咁啦。我哋都話數數手指就嚟20年啦，暴露晒我哋年紀添。
我哋好細個認識嘅嚇。好啦，我哋講到今日呢一個嘅 topic 咧，其實我相信大家聽眾朋友咧都要細心諗一諗，係或者而家我哋身邊嗰個咧，未必係去到共同嘅價值觀喎，有冇辦法可以扭轉呢個局勢咧？嗱，如果你未結婚，我就鼓勵你睇清楚，用多方多角度多層次去檢視一下大家嘅價值觀係咪相同。如果你結咗婚咧，原則上你應該為你嘅選擇同呢個人結婚去負責任。咁我鼓勵你繼續去建立關係啦，去參加工作坊又好，夫婦營又好，總係有一啲嘅方法咧，你將你哋兩個可以拉翻近。係，不過咧，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嘅，因為我哋下一次講嘅咧就係一個解難嘅能力。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將勤補拙啦，互補不足啦。就算某一方面我哋真係未能夠認識之前，而家未協調到嘅話，唔緊要，我哋繼續聽住呢一個環節嘅話咧，咁我相信蔣娜亦都有好多意見俾我哋嘅，係咪？下次再見。好啊，唔該晒。天上來的愛，它帶來人類無限真善美，藉靠生命，它依依這愛，能令一生似春光閃亮美。好多謝你收聽《恩語有晴天》，而臨走之前呢，嘉嘉都好想繼續同你分享聖經呢句金句，作為配偶啦同埋夫婦之間嘅鼓勵。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願主賜福你。收機旁邊嘅朋友，多謝你收聽恩典之音福音廣播，我係李天佑，我嘅電話號碼係95707703，歡迎你打電話同我傾下生活上或者信仰上嘅事。好啦。聽晚同樣時間，請你按時收聽恩典之音福音廣播啦，拜拜。